各位觀眾，又嚟到 Tech Matrix 嘅時間啦！今日要同大家搶先睇嘅，絕對係震撼車壇嘅重磅消息。寶馬 BMW 啱啱喺星期五正式揭曉咗佢哋嘅 M Concept Neue Klasse。呢部唔係普通嘅概念車，佢預示住寶馬未來全電動高性能車嘅發展方向。最震撼嘅係，佢係一部搭載4電機嘅純電猛獸，可以話係未來版嘅 i3MF。想象一下，4個獨立摩打同時發力嘅澎湃動力，加上寶馬 M 部門調校嘅操控，將會點樣重新定義電動車嘅駕駛樂趣？呢個 Neue Klasse 新世代絕對係將經典嘅寶馬運動基因同最頂尖嘅電動科技完美融合，目標直指未來高性能電動車嘅王座。唔好話我唔講你知，呢部概念車嘅設計同技術，好有可能就係你下一部 Dream Car 嘅藍圖。